大家好，我是张琳。在这个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春天，我们绍兴小百花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献上经典剧目《何文秀》，也恰逢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之心参加此次演出，愿以一腔戏韵致敬100年学府，也真诚的希望得到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很高兴，非常激动，有这么好的机会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看戏。我是交大的学生，然后今天有机会能够在交大的校园来观看这个绍兴小百花的这个演出。因为自己是浙江人，所以从小的时候对这个粤剧是耳濡目染。今天也能够是通过校园这样的一个场景下感受粤剧，也是让我重温了一下儿时的那种快乐的时光。我是从苏州来的，然后喜欢绍兴小百花已经有大概5年的时间了。因为绍兴小百花文武兼备的特色，让我们看到了演员在扎实的功底，包括绍百的一些经典剧目，比如说《梁祝》，比如说《何文秀》，比如说《狸猫换太子》，也都演绎得非常棒。我就是在上海徐汇区工作的，然后我平时呢也很喜欢看戏，尤其是喜欢我们的粤剧影派。那我知道我们张琳老师也是影派非常棒的一个演员，而且这次正好能够在家门口听到张琳老师的《何文秀》，非常的激动。我是交大的工作的退休的老师，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学校里面的网上发布了这个信息，赶紧就报了名。今天演的《何文秀》，应该说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因为它反映了明朝的一段历史，那么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我是在附近上班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在推文看到了这个消息，所以说下了班之后特意赶来的。